互阮有即个福分，通来到你的圣殿，伫遮同心敬拜。愿即个敬拜荣耀归伫你，愿众百姓、众兄弟姊妹，大家必着激励甲学习，特别互阮有美好的团契，互相美好的交陪甲恩典。伫你面前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对顶礼拜顶礼拜4月17。咱的即个政府正式宣布，讲咱连即个坐车伫迄个密闭的即个密闭的空间，拢会使毋免挂口罩。嘛宣告咱整个的即个新冠疫情已经过一段3冬的时间。而且咱要三甲来想，经过3冬，逐个人可能重甲轻啦我想是心情上的当然有真侪兄弟姊妹感染的时阵嘛足无爽快，有个人拄着即个即个有风邪感觉讲有点仔身体怪怪安尼无舒适安尼。咱搁外面讲安尼，即个疫情的即个传染，全世界几百万人失去性命，这是一个世纪的大灾难。差不多人的性命真奥妙啦就愈伫困境的中间，迄个求生的意志就愈大。介生活毋是讲无代志无代志，你就一定过了较快乐。有时是因为经历着侪的困难，你才知影讲性命遐尼宝贵，亲情遐尼宝贵。兄弟姊妹朋友中间迄种会疼甲交陪侪会趣味欢喜伫迄个上间去体会着。所以伫即个疫情过一段落的时，牧师要搁甲咱思考一点，咱。伫即个疫情无搁再阻挡咱大家互相交陪敬拜、互相做伙的时阵，咱教会的福音使命。而且咱拄则有读2位圣经站2位圣经站，咱小等的要来做复习啦头先咱是来知影讲10个人伫新闻报纸伫侪所在拢会看见讲，即个新冠疫情即个带来即个社会。甲教会的变化安尼但其中一个上大的变化，拄则我所讲的讲，伫生活中你敢会随马上是要甲口罩拔落来安尼有调查新闻拢有咧调查，7%-8%走拢讲我要继续挂牧师顶礼拜去台北开总会，我就试看卖讲高铁拢会使毋免挂口罩但是90%拢挂啦勉强要伫迄个车顶要食物件，猛甲拔落来安尼，食嘛是搁随挂起来安尼。这所变做一个大家拢熟习惯的活动也是讲一个习惯，咱的生活但是我有顶日看到教会的即个一份报纸，伊咧写讲，对开始伫大众运输工区禁爱戴口罩了，就是已经拄好解禁，拢总1111天。这毋知安怎算的，我毋是毋知影，是讲都真好记就对啦。1111天的时间，大家坐车拢爱挂口罩。4月17解除但这个解除中间呢，开始有人有新的想法讲你继续挂口罩，现在牧师进前所讲，大家挂咧，至少会防止感染防止咱像个空气清净剂安尼。毋过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安尼讲，毋知咱听了是毋是有道理？伊讲有一天你嘛是爱甲口罩拔落来啦。谁人讲呢？咱袂使干那靠迄保护你身体也有抵抗力啦，无若无抵抗力有去若感染着会足严重，所以你来恢复伫正常的生活，这煞变作考验咱的一个信心，也是讲考验咱一个对家己身体的信心。求主保守咱，保守咱有即个安尼臃肿的身体，有身躯营养有够，困眠有够，你身体的迄个免疫力有强，你有挂口罩无挂口罩，就无受影响总共这就是咱现在上大的一个生活的变化。当然，搁较免讲，即个牧师无要定加讲真侪。
对新冠疫情了后，国际的外交、国际的互动、产业、政治、社会、经济，拢遭受真大的冲击。有迄个安尼大型的企业、商业就安尼关门，饭店关门，有一寡产业本来是足趁钱的，煞变做都爱收起来。咱嘛看见真侪咱台湾吼，遐个若讲伫餐饮好食的店吼，嘛是讲要收起来，要收起来，因为袂堪要店租啊，袂堪要无人啊。昨昏呢，甲昨日咱有请一个台北来一个少年的企业家吼，咱基督徒企业家，伊咧讲，伊拄一年外前吼，上帝感动伊开一间以色列的餐厅啦吼，以色列口味的餐厅。伊讲开始无偌久，政府讲，袂使禁止内用，禁止内用。伊咧讲伊的见证，讲上帝听伊咧吼，互伊会通经历过即个袂使伫迄个餐厅内底食物件的时间，因为你等于规个店空，你的店租都爱照常爱纳的吼。总讲兄弟姊妹，你我大家人工作受影响，收入也受影响，真侪的冲击啦。这个咱伫家己的即个经历中间，拢真侪。牧师只是带来讲，即个社会的变化，即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是你袂当想象的。但咱要讲的是讲，安尼，咱的教会嘛面对着新的冲击。咱现在。咱教会还搁咧线上直播，有真侪兄弟伊伫网络顶面咧看咱今日的聚会甲敬拜。经过这2-3天了后吼，咱有咱基督教机构就做统计啦吼，做统计，咱牧师嘛要提起，差不多信徒无来聚会流失的吼，得要1/3。咱的教会聚会吼，等于讲。恢复正常聚会，咱教会嘛差不多差不多安尼100个啦，吼，100个全无看到，毋知伫倒位，所以牧师定伫报告中间呼吁讲，关心一下我边即位吼，最近伫倒位安尼吼，毋是讲为着要冲人数啦，是讲伊无来的确有原因嘛，吼，若毋是出外，无就是人有啥物所在困难袂当来，咱爱甲关心，这是咱基督徒的本分啦。这当然嘛是今仔日咱即个分享讲道的即个目的。也因为安尼引起甚物呢？2-3天无去即间教会，伊怎真侪的基督徒，伊自称是基督徒，总是伊无属甚物教会。因为无一间伊认同的伊伫即个礼拜时间吼，一个电脑开起来，手机也开起来，几10间的教会在转播你要看到一间，像咧。转台安尼啦吼，即个讲了，即牧师讲的，即个我无解，还佫换一个安尼。我嘛听讲台北有个较出名的教会吼，伊的会友都200-300个尔，但是线顶的迄个数字几千个，几千个。到底即个是属于即间教会吗？毋知。所以会友信徒认同威信的迄个威信度失去这形成一个新的好甲歹也毋知啦，但是一个新的现象同时伫这疫情的中间，因为科技的发达，特别是咱所讲的 AI 人工智慧，已经像一个大影来对教会嘛足大的影响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图片真趣味就是讲有一张最近。伫网络顶面一个教宗，咱知教宗就是迄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叫做方济各。伊一张图片，伊穿一领羽绒衣啦，就是迄个潮牌的羽绒衣大家看到哇，教宗穿这领足，足时髦的足时髦的安尼。大家看到这教宗穿安，牧师穿安嘛，感觉讲袂歹这张甲电脑一大堆相片无啥物差啦，但是问题伫遮，讲教宗即个白色的羽绒装是 AI 甲画的啦。
好用 AI 画就对啦。啊，这带来什么款的冲击呢？过来，人甲教宗这种用 AI 画图，怎可以开嘴讲话，讲教宗咧宣告教儒？啊，你嘛唔知伊是毋是伊讲的啊？对毋对？唔知影伊讲的是毋是啦？啊，伊我同讲啊，安尼表情吼，比伊本人更较水，更较好，更较感动，抑扬顿挫。啊，所以这个问题，今日来到这个，咱讲一个教会面临的挑战，甲讲的一个十字路的所在就对了吼，就是咱看见伫去年底，啊，咱现在呐，较少年人拢知影有一个 AI 人工智慧，叫做 Chat GPT 吼，啊，伊的全名应该是叫做新型的语言变化模型，哇，这足拗口的啦吼。其实的意思就是讲，你一个语言文字的自动生成器，自动哦。好，有真侪少年人已经开始用这个咧试看嘛，试看到底伊会安怎甲你做，就是讲，伊像一个专灵的秘书，啊，你叫伊讲啥，伊就讲啥，互你安尼。比如讲，牧师今仔日要讲到今仔这题目哦，主题讲落，伊通拍滚啊片互你啦。安尼什么意思？有真侪秘书吼无头路，因为吼伊做比你较紧，比你较好，比你较完全。啊，所以进前咧新闻，当新闻咧来的时阵吼，有咧讲，伊也去参加考试哦，用即个 AI 落去考试，考比一般的人较好啊，成绩较好。啊，佫较免讲进前几啊年，在下围棋有无？下西洋棋吼，已经 AI 已经赢过人的智能啊啦。啊，牧师毋是这方面的专业，是讲即个现象造成真大的影响甲变化。啊，这 ChatGPT 的一个 logo 吼，啊是即个安尼，这天才啊吼，这 CEO 叫做山米科曼因发展出来。啊，那 AI 人工智慧引起什么款的对教会什么冲击呢？就是咱要听圣经的真理吼，是真简单就对啦。啊，你若讲，这时阵你手机啊随摕起来，你随拍一个几字，伊就甲你找出足侪的资料。换句话来讲，要听真理，毋免搁一定爱靠牧师啊吼。啊，所以有真侪人讲笑讲牧师可能搁过十啊，就无生理啊，无头路，会无头路安尼啊。啊，这我想到什么呢？咱知影讲，伫新旧约的时代吼，迄个阵根本信徒都无圣经通读啊。啊，你会记耶稣去到即个会堂的时阵，有人讲摕一本迄个以赛亚书互伊读，伊会掀起来就读。啊，其实信徒拢无通好读啊，都听你安怎讲，列比安怎讲吼。搁来到形成教会的时阵呢？当时圣经嘛无真普遍啦，咱知影讲一直到即个德国吼，一个古腾堡圣经会当用迄个现代印刷技术印出圣经，安尼阵才有侪人有圣经通好看。头前迄1500人吼，根本就是敢若有迄个咱知影讲神父吼，伊有一本迄个叫做列丁的圣经，列丁文的圣经，佫毋准你翻译你家己的语言哦。啊，所以咧。神父读啥会，啊，你就听啥会，反正就是你就是照听就对啦吼。啊，这毋知会引起讲即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伊翻德文的圣经，咱知影讲德国人因感觉讲因的文化的大革命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伊甲德文的圣经翻译做德文，成做德国文字的一个真重要的发展，加上后来印刷术啦。后来慢慢，咱的圣经公会的目标就是印出逐个语言拢会当读的圣经。所以兄弟姊妹，你厝里有几啊种版本的圣经？但今仔日佫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啊！以早有个人可能对圣经的知识无介认捌吼，也是讲无得到真专业的训练，你对圣经读有读无啥会当了解。但是到今仔日，伊即个时代用佫进一步啊！就是你免透过牧师，你就通找到任何的参考资料。但要安怎？这时代要安怎行？要安怎变化？真侪人
会当伫网络顶面对侪的信息通得到啊。过来是讲，你少年人伊就对原来传统的词汇伊就无趣味啊。你知影讲，咱即个少年人因兜无咧斗电视啊，你敢知？吼，伊若要看影片啥货，手机啊一个拍落去，逐项拢有啊。无爱看电视，表示讲传统的词汇无一定伊需要啊。这嘛是咱教会真大的条件，教会真大的条件。这讲的拢是咱拄着的条件。毋过圣神咧做工真趣味啊，真奥妙。2月份的时阵，美国的一间大学，就是即个阿斯伯里大学有一间大学，因伫聚会中，敢是平常时聚会，这是种基督教大学。伫迄个礼堂的中间咧做礼拜，大家吟诗一个祈祷怎袂停就对啦。大家毋愿走，所以一日礼拜对早起到阴暗到半暝24小时一直走，连续16日的礼拜。然后迄个属灵的气氛扩散到附近的州，有20间的学校。因迄个聚会的主题就是认罪甲悔改，认罪甲悔改。这个是即间大学因当时发生的，伫肯塔基即个州，以及威尔摩尔即个阿斯伯里大学。2月初8开始，连续16天的祈祷甲敬拜，扩展到20几间的学校。这是因当时伫迄个礼堂内底聚会的情形安尼。但是咱要讲即个教会拄着冲击，是讲，但安尼，今仔日咱兄弟姊妹，你今日来聚会，牧师用领受圣经的话，甲咱三甲勉励甲学习，这毋是唯一的目的啊。因为我讲，你会当伫你家己的手机、电脑看见任何的信息。那安尼，咱的教会观开始改变，教会的聚会开始改变，就是讲，无搁再是干那为着讲台传播迄个真理甲知识做唯一的。因为我讲来讲，对早时代神父读列丁文的圣经，后来翻圣经，大家有圣经通好读，后来都爱来听牧师讲道，因为咱一般的人对真理的认捌无交文，但现在你逐项拢看会到啊。所以教会要重新思考讲，当你今仔日你来礼拜堂要创啥？要来做甚物？昨咱的即个常年会长啊，常年会长咱的于思妍姐咧勉励这常年有够讲，伊讲恁若无来教会做礼拜你就袂当听到牧师讲道，现场偌好的，你敢知安尼讲互咱这常年讲无来，可能足无彩啊嘿啊，真后替牧师宣传。毋过伊嘛有讲着讲兄弟姊妹来到遮大家做吟诗敬拜大家学到上帝，迄个气氛伫网络顶面看袂到啦，感受袂到啦，这嘛是有理啊。所以伫即个后疫情的时代 ，AI 智慧的时代，逐位拢会当看见你所要爱资料的时代，教会的重要，教会的珍贵，就是这，就是大家爱活出集体彼此相听、相关怀、相鼓励、相祝福。起做迄个听心，因为在检讨即个 AI 人工智慧，伊就是讲即项啊。你通得到任何的知识、资料，但是你袂当传播爱心啊，你袂当表达出你的关怀啊。流目屎的时阵，无人甲你揽的啊；欢喜的时阵，无人做甲你拍扑啊。所以教会的重要性，拄伫即个显露出甚物？显露出迄个集体交通。大家做主温度迄款的信心，甲听心。这比如讲，重甲轻啦有影伫主日礼拜中间，兄弟姊妹甲牧师甲这圣敬拜的团队、圣光队，大家伫现场互动。迄个人的基本的经验甲需要，迄是袂当退换的。你啊看，你的厝电视400-500台，你敢会讲我干那靠这就会活？我若遮侪台互你选，你嘛袂感觉讲干那靠电视就会过日啦？
另外一款的观念就是讲，教会的围墙啦，吼，迄个无形的围墙已经拆开啊，就是叫做迄个宗派，什么教派，什么咱长老会，什么会，即个界限愈来愈无啊。吼，你若伫迄个网络顶面看到一个牧师咧讲到，你是敢会先问讲，即个是倒一间教派，我才要听无啊？Good TV 这牧师出来讲，你嘛袂去问这啊。所以宗派品牌慢慢啊都退去啊。那今日面临这牧师分享的，可能你知所理解佫较侪啦吼。但是咱要佫重新来复习，重新来宣告这个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咱若掠条这个，你就知影讲，今仔日我要来聚会无？我来教会是为着什么？大家佫一遍来互相来学习甲激励。拄则咱有读2位的圣经节，吼。牧师遮的经节，为了时间的关系无读，我直接来甲伊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啦，吼。就是即个以弗所书互咱的教导有即几项。第一项就是讲，咱人，即个保罗原来讲的是讲外邦人，甲遮的犹太人，伊一生努力的，就是讲要甲外邦人带入来。犹太人因原来讲，我都爱受割礼，我都爱有阿伯拉罕的护卫，才会当领受着恩典的。伊甲即个拍破，所以伊讲，伫基督人会当伫圣实的内面来到天父面前，这是保罗若讲宣教的中间上大的贡献。因为你知影讲，保罗都毋是12个使徒内面的一份子啊，所以伊努力的目标就是去外邦。包括讲后来马其顿的呼声走去菲律宾传福音，这拢是保罗后来伊领导出来即个教会的发展啦吼。安尼伊带来即个上大的贡献，就是讲你我大家毋免因为讲我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有血缘的关系，也是讲即个阿伯拉罕甲上帝约，安尼因才会当得到你我大家通过圣神，咱通到主的面前，你我拢有即个福气。是你甲袂甲毋安尼尔。第二，咱是上帝百姓，同胞是上帝一家来的人，咱是做一家人，无佫分彼此啊。第三，耶稣基督就是即个家的条足基足，用伊做基足来扩大做圣殿。你就知影讲，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做基足，咱是。正做即个圣殿，当然毋是咱富强教会即个建筑物啦，就是你甲我大家做伙，奉耶稣基督的名组织啊。所以即个圣会会当废掉无？若照圣经安尼写，咱无迄个理由甲圣殿废掉。讲你住厝看网络，安尼就是基督徒。因为即个所在佫甲咱讲，咱我靠伊被起造，正做上帝照着圣神徛起的所在。咱若毋是奉主的名组织，咱若毋是看见即款属灵的需要、圣神的同在，即个圣会组织就无意义啊！就亲像一群人闹热，比如咱来办一个巴扎，办一个园游会，办一个迄个乐团的演奏，安尼嘛是一群人来啊。那只有是奉圣神的名，咱组织伫一所在，互耶稣基督做基础。咱大家正做一家人，然后咱受起造，圣上帝住伫遮。这伫圣经的内面，只干那讲教会会当承接这个事。兄弟姊妹，另外迄笔来书，佫甲咱讲一个线接的勉励啦吼。这段咱有缘小等的有用来做伙，用这2项来做伙来学习啦吼。第一就是讲。圣经安尼讲，应该咱是这段较短，咱读一下吼。伊讲，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互相关心，相甲激励，相听做好事。叫咱安尼做。伊讲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停止聚会，这个毋好。毋通有因讲颠倒，都爱互相劝勉，然后安怎？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佫较着安尼。
会当做两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就是讲，伫主的盛会，咱来遮组织的目的为着这个啦，爱彼此关怀，激励听心，勉励咱做好，关心送乡的、软弱的、边缘的人。咱若无遮的，咱组织都无意思。然后搁较讲的是讲，主的日伫要来啊，唔通停止主的。伫这段话中间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讲主要来啊，恁搁停止主会，安尼恁的任务都拢做袂到啊咧。所以有的人用这段话拢会教咱身边处咱的兄弟讲你唔通停止主会，圣经都安尼讲。事实这个唔通停止主会应该搁较详细来了解，就是讲。咱三甲主会才会当成就拄则咱讲的关怀、激发听心、勉励行善，你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甲呵乐嘛。第二，因为你无停止主会，你的生命才会通成长，才会当成长。你才会当得到迄个造就的机会。当然有人会安尼讲主会。到底什么款唔通停止做，都逐项拢甲来就是啊，嘛无一定是安尼啦。因为有真侪人，敢若看到这个话头，但是无做到无做到聚会的意义。意思讲，唔通停止聚会，但是你爱做迄个有意义、有帮助的聚会啦。我要看见有的兄弟伊真正聚会次数比你较侪就对啦。礼拜一到礼拜日有聚会伊拢出现。但是啦，伊来聚会来看讲，这款聚会敢一定有帮助啊！来要甲人开讲的，要甲人诉说的，要人听应啊话，若有就念东念西，念牧师，念长老，念圣歌的唱歌好听歹听，你嘛是咧聚会咧。好，礼拜日我嘛来啊，就是坐伫遐拄久啦，享受冷气安尼。像即个我讲即个较夸张，意思是讲，聚会毋是为着形式的聚会，你参加聚会是为着你的生命的成长，为着要上帝应允，甲学乐啊。更较重要是讲，咱爱彼此关怀，激发听心，勉励行善。这个事你若无伫聚会中间，有啦，你家己私人做即马。网络的银行拨一个1000块、2000块就捐出去也是会啦。但是要完全的一个兄弟姊妹三听好歹相处，咱做袂到。搁较何况圣经甲咱提醒讲，主的日要来，因为咱无法当有了上帝的时间，是毋是要到？所以你都爱时时警醒，时时注意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过来思考，以后的教会，咱有什么款的福音的使命？但是咱先搁一遍来复习，咱咧讲教会存在的意义，有人用一个较现代的话来甲伊描述啦，你甲想讲，这个是毋是就是伫讲咱第一，教会存在伫地面上，是咱有形的建筑嘛。兄弟姊妹，咱富阳教会400-500人伫遮聚会嘛，这咧存在伫地上，但是咱有属天的特质，你会记得地面上的教会，有的礼拜堂无像咱礼拜堂，无像咱富强教会安尼起遐尼新遐尼水啊。有时厝顶破空的咧漏雨的嘛有啊，但迄无要紧，是因伫遐有属天的特质，无较要紧嘛。几啊10年前有一个长老去到南西遐行来看去，行来看去。伊看见讲，哎哟，伫溪边一间教会啦，足拍远的，厝顶拢要放去啊！伊讲上帝啊，你的圣会啦，生做安尼实在是足无见证啦。伊怎走去甲因迄边的长老讲你若愿意我来奉献，甲恁重新起一间礼拜堂，好毋好？迄个教会的长老讲你这个人是诈骗集团是毋是？是要来甲我抢土地是毋是？
到尾毋是啦，迄是一个听主的顶路，伊就感觉上帝予伊的使命，伊都四块说就对，伊也无目的的哦，都四块走，看到一间教会真芳，伊感觉讲心肝毋甘嘛，啊，就替因去，啊，搁迄个队拢奉献出来安尼。兄弟姊妹，有属天的特质，才通活出一般的人做袂到的事，敢毋是？吼，啊，无团体一大堆啊，迄个社团一大堆啊，所以第一爱有属天的特质，第二是人所组成的。你我逐个人拢是属血气、属肉体的人，但是代表上帝的同在，这个嘛是更加无共款。人的组织，但是上帝同在，迄就无共款啊。第三，看做真平凡，吼，咱嘛是属龙工商，大家做伙啊，但是却是咧做一项伟大的事，就是传扬上帝伟大的救恩。啊，这个教会的特色，你有同意无？教会地上有属天的特质，人所组成有上帝的同在，平凡却是咧传播上帝的救恩。啊，所以若是安尼，咱的教会的责任就大，特别是疫情过，大家人的心也袂定的时阵呢，咱就爱因为教会的存在，互人会当认捌上帝。你这间教会伫遮，若无互人认捌上帝，你这间教会只不过是一个club尔啦，吼，一群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是袂歹啦，但是你无互人认捌上帝，都做无到，毋对。所以教会服侍，互真侪灵魂失丧的找到永恒的归宿，这是咱教会的使命。所以有一个教会使命的宣告，吼，就是甲拄则咱讲的，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教会这4项。这3项就是讲，第一，上帝，咱教会是上帝伫地面上的代表。吼，啊，你遐好胆讲我是上帝的代表，啊，要安怎代表？你有传福音无啊？你有拯救灵魂无啊？无你讲你代表，人讲坐伫遐无要做代志，哦，啊，即个立法院坐伫遐也无咧服务啦，啊，无咧做工课啦，啊，最近咧流传讲什物领薪水的薪水小偷啦，啊，咱教会。啊！你袂使做薪水小偷啊，袂当做温店的小偷啦。你都爱传福音嘛，吼，这是咱重要的事。咱是上帝地面上的代表。啊，你什么任务咧？就是委派去拯救罪人。第三，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信的人的组织，却是为着无信的人来存在。这句话真有意思啦，吼！咱是一群奉主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组织的一群人。大家相听激励啊，鼓励大家行好，是拄则希伯来书所讲的。但是总大的目标就是讲，咱为着迄个无信的人来存在。你若看见讲，即几工开始用嗰咧行马祖，迄马祖的信徒哦，迄是比基督徒热心几啊10倍，你敢知影？行7、8工哦，行路啊，阵吼拄好春天落雨，嘛是照常压雨。遐个信徒，一个即条路要经过，阮兜有新物件拢搬出来，要接就在你接，也免点名，也免用票来领，都做你接。那假使咱讲因所信的，毋是真神，但是因的热心咱输人啊。安尼要哪讲？你敢有为着迄个灵魂的得救，心内安尼非常的即个安尼火热想要？做这样代志，若是安尼，你才会当讲我是上帝伫地面上的代表。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一个互相的勉励啦，吼，互相的勉励，就是咱来行出教会使命。教会使命，这是我对一篇即个基督徒的文章所讲的2、3项。我感觉真有理。第一就是讲，咱信徒的组织要转去到圣徒的相通。啊，拄则我有讲，大家人随时24小时拢会当伫网络顶面看到世界各国遐个名嘴牧师、遐个出名的牧师，你会当听伊讲道。但是圣徒的相通，你也伫教会才会当形成。兄弟姊妹，你也伫教会中间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祝福、互相的学习。你若无经过即款小组
同工兄弟姊妹服侍，包括圣歌队各种团队的操练，你就袂当去体会出为主做工的甜蜜啦。第二，牧师伊的强项毋是讲我会当讲出一篇世间人拢毋捌听过的道理。牧师是转来到领导一群人，咱亲像初代教会，专心传道甲祈祷，然后毋是做舞台的名称。对像我有讲，迄个 AI 会当甲教宗画甲安尼表情生动，语言讲互你听世间毋捌听到遐尼好听的声。所以现在已经有电视的记者是 AI 的迄人工的在讲讲有够好听，面罗有够水的，无一个瑕疵就对啦所以有形的聚会伫疫情过，更较重要，是因为你只有通过教会互相兄弟姊妹聚会，才能得到迄个上帝上美好的恩典甲祝福。所以，另外一项的教会的形成开始有无共款的变化。拄则咱讲一个大型的聚会对无？但是咱的教会真重视小组，就是亲像咱倒转去到初代教会的模式啦。圣经内底讲有2-3个人奉主的名组织，伫疫情的中间，咱的教会真侪小组拢来推动迄个线顶的RPG 咧。听到因咧见证足感动的，因为2-3个人也无去影响干扰到别人，因2-3个人伫迄个线顶即马用赖用啥拢会当去真水真好的沟通，迄个祈祷是足真诚的。所以今仔日若要讲是讲，咱即个大礼拜需要你我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形成上帝国的恩典丰盛的恩典的一个表示。但是呢，你教会聚会，佫会当分散甲非常的有，伫你的家内，伫你的职场办公室，伫咖啡厅，伫运动场，伫传统的教会。最近真侪的教会即马若要设计礼拜堂，也是要重新装修其中一个袂使欠的，就是咖啡厅。咱台南有一间新的教会开拓伫咧公园路因去一间咖啡厅，伊讲我要比较迄5星级的咖啡厅开，叫做 Cross 咖啡新生命教会伫较早迄个圣教会旧的礼拜堂遐，伊的礼拜迄个装饰非常的温馨，真水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真意爱，咱毋通只干伫你小型的聚会，你伫小组聚会，无转来伫大礼拜的聚会，因为大礼拜是咧见证上帝同在，大家热切敬拜，享受主的恩典甲祝福的聚会。然后伫小组你分享，你带导，你关怀，你互相来讨论，来研究上帝的话。兄弟姊妹，最后牧师爱招呼咱伫周报内底有印出这个资料，我搁一遍甲咱做一个提醒。咱伫周报的消息第4点讲咱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一个整全的。整全就是讲，逐项拢有具备的基督徒啦若对富强教会来讲，咱真鼓励兄弟姊妹，你这4项拢会当有。这是咱疫情后教会使命中间，咱内部的操练的一部分。第一，就是每礼拜参加主日礼拜。每周参加主日礼拜。第二，请咱会记得，迄个祈祷会是你甲上帝建立关系的线路。所以咱现在有2个全教会性的祈祷会。第一个就是拜5暗，拜5暗7点半，伫礼拜堂，即个周间恩典时刻的聚会，咱每一礼拜差不多拢有80-90个、100个、110个伫遮参加祈祷。第二，有的兄弟暗时无方便出来，咱拄则会记得迄阵，拄则咱的子监执事带咱咧敬拜，你会记得头前是咧带咱祈祷你是讲这头前的节目我毋免参加，事实是安尼，咱甲疏忽去忽略去迄就是要补足咱
在暗时袂当来参加祈祷的兄弟，你较早小看8:40，嘛毋是介早啦，8:40，伫遮做伙吟诗，做伙祈祷，迄叫做主日礼拜前的早祷会。所以这是每礼拜你有份参与伫这项。第三，拄则咱讲有大型的礼拜荣耀主的敬拜，一个热切的敬拜，一个大型的聚会，然后你爱参加一个小组甲团契。因拄则我有讲过，恁爱互相勉励、鼓励、自救、关怀，互相的提醒。这爱通过小组甲团契才做会到。因为你拢知影，咱今日大礼拜，遐尼侪人伫遮聚会，你要甲什么人讲话，要讨论圣经，真困难嘛。但是咱是一个荣耀主的敬拜，激励你有一款的信心甲开力。你也伫小组甲团契中间去学习到迄个信仰的栽培，也是讲互相的鼓励。最后一项就是讲，咱来参与一项教会事工的服侍啦。你服侍才会当体会讲，我做主的工，传福音的意义是甚物？我期待讲遐尼几位，你小可这4项你打勾看看，你看欠倒一个啦若唔知问咱的长老，问咱的小组长。这毋是强迫，但是这咱讲是一个整全的基督徒。你要生命灵性成熟，必须爱经过的路站。我拄有讲，彼得老师讲唔通停止聚会，但是迄种聚会若是一种形式的，一种干那安尼人有够打卡的，迄唔对。迄是你真正伫迄中间参与伫内底，做伙成长，做伙造就，做伙传福音。兄弟姊妹，咱要来吟一首圣诗来回应唱回应诗。首圣诗伫咱新圣诗内底毋是介歹唱。